结束了。那今天带入你们的兴奋，来请同学安静的聆听音乐。让我们请主持人帮我们介绍一下，他们要吹的曲子是铁达尼号城的爱乐城。这首歌由如下场：安吉8年时为带来表演为《My Heart Will Go On》。感谢各位。